如果閣下認為用神同忌神係固定不變嘅，各自只有一個嘅，純粹根據月令嚟決定嘅，咁本文章顛覆你嘅認知，還請靜下心嚟細細閱讀，不妨睇下當中嘅觀點同你原本嘅理解有何不同，亦對比一下同現時坊間流傳嘅講法又有邊啲差異。本頻道以分享道基師傅獨到嘅見解，傳播傳統正宗及不為人知嘅玄學知識為宗旨，內容涵蓋四柱八字、紫微斗數、風水易卦、相學等多門術數。道基師傅會以坊間師傅及大眾所忽略嘅角度，包括現實世界中實行性嘅考慮，去審視並重新詮釋古今玄學。無論閣下是否擁有玄學知識，無論閣下正處於人生邊個階段，呢度唔單止能夠讓你識別江湖神棍與小人伎倆，更能夠讓你比別人企得更高，睇得更遠。相信係由於建立咗 YouTube 頻道嘅關係，近來多咗讀者向道基查詢過往作品嘅情況。如有興趣購買大道無境同埋天地有律嘅讀者，可前往萬里機構旗下嘅網上書店或者手機應用程式一本 MyBook One 查閱庫存並進行選購。同時，兩書亦已被收錄於香港公共圖書館嘅館藏之中。多間圖書館現時仍然提供借閱服務，歡迎大家前往政府圖書館嘅官方網站查閱館藏狀況，以便借閱。另外，有鑒於兩書已分別出版8年及12年，版權期限已過，道基將從中挑選若干篇章，陸續於個人網站同 YouTube 頻道上公開分享。本篇章用神與忌神出自道基於2013年投稿，2014年底出版嘅8字書籍《大道無境》。藉此機會，道基再次衷心感謝當年圓方出版社嘅編輯及領導們嘅賞識，願意為我呢位玄學界嘅素人冒險全資出版書籍。呢份知遇之恩銘刻在心，祝各位有緣人閱讀愉快。用神與忌神，若你認為行用神嘅運一定應吉，行忌神嘅運就一定應凶，請特別留意本篇，多讀幾遍。若你對用神與忌神嘅定義不甚清晰，你唔使為此而感到慌張困惑，呢個係絕對可以理解嘅，因為用神同忌神自古至今嘅定義都係模糊不清嘅。特別喺用神一詞上，呢個千古玄題一直困擾住好多命理學者。然而，佢有好多習八字者以揾出命局用神作為斷命嘅首要任務。即使你感到相當費力，但只要對八字學有一定嘅認識，都應該會喺心中為用神與忌神嘅理解設下特定嘅標準。所以每個人對兩者嘅詮釋必然未盡相同。筆者無意喺度下新嘅定義。雖然有某啲八字學者認為取用神係走進冇盡頭嘅歪路，但筆者仍然認為取用神有着無法取代嘅價值。各大古著及命學宗師都曾經對用神有過不一樣嘅見解。取法有專求月令嘅，有用神就係格局，格局就係用神嘅，仲有扶益、調候、通關等等。而現今大部分命理學家都主張定義最有助平衡格局嘅五行干支為之用神。無論出於何種理解，用神之意明顯就係八字盤局嘅關鍵。乜嘢係用神？莫衷一是，或乜嘢都是。咁我哋仲要唔要揾用神啊？係要。對於為咗用神在學理上嘅定義而爭論不休嘅命理學者，佢哋或許認為呢個係大是大非嘅課題。但我哋推命最基本嘅意義係為咗乜嘢？無非係預測同判斷人生各方面嘅吉凶、利弊、強弱、優劣而已。點解要揾出用神？亦即係為咗要從原局同歲運中有效地預測與判斷人生各方面嘅吉凶、利弊、強弱、優劣罷了。或許每個習八字經年嘅人心目中都有不可推移嘅用神同忌神。若要筆者對此定出界限，筆者會認為最有助於對原局預測與判斷吉凶、利弊、強弱、優劣嘅五行干支，便謂之用神同忌神。而所謂嘅序，純粹只係概念嘅延伸，讓運算者抽出目標嚟凝視，實際上並不存有數量嘅規範。但請注意，有助預測同判斷吉凶、利弊、強弱、優劣，不一定等同吉凶、利弊、強弱、優劣本身。假如你能夠理解此句話嘅真正意義，好多古今八字學所謂嘅奧秘，便會頓時俾你揭開。你會明白到點解有啲盤局即使揾對咗用神，喺行用神運時仍然唔見運途舒暢，而行忌神運時亦非凶險異常。你會明白到點解會有命學宗師認為八字盤局裏邊嘅用神可以不止於一個。你亦都會明白到狄天歲原著文中2、3、4、5用神者嘅非妙造嘅深層意義。一般認為用神嘅旺衰強弱決定咗命主嘅吉凶壽優、富貴貧賤嘅程度。
而一直以嚟判斷格局高低都主要睇用神力量嘅大小、數量嘅多寡而定。但點解總唔常見命主本人能夠受惠於用神透干、通根有力嘅命盤？至於嗰啲創造豐功偉業者，其原局嘅忌神卻往往肆虐猖狂。唔少命理家都相信用神藏支、透干為高等格局嘅一種，但卻忽略咗忌神嘅力量及位置偏佈對命局作出嘅影響。用神透干最明顯嘅異象係說明你嘅優點及強項外揚，表露於人前，人哋易於察覺。用神藏支則意指其人嘅優點及強項係隱蔽嘅，別人通常難以發現。最為人所熟悉嘅例子，莫過於財星藏支為用，若能再遇佳運，呢個就係俗語講嘅禍趕蓋珍珠格局啦。至於用神同時能夠藏支透干，其實就係展示咗命主表內皆有其過人之處。我哋都知道，世上擁有過人之處者多不勝數。要知道個人能力所達嘅程度，便在需要競爭對手嘅實力嚟反映。越能駕馭實力強橫嘅對手，其人越是實力強橫。所以古注都將陽印駕殺、食神制殺、官殺印相生、雙官配印者形容為絕非凡品。若能再配合適當嘅場所空間，大運攻其發揮，破天荒嘅命造就從此誕生啦。例如隸屬阿根廷國家隊嘅美斯，只能夠多次榮膺世界足球先生，除咗因為佢個人嘅頂級實力同埋得到頂級隊友嘅支援外，最重要嘅係佢一次又一次擊敗咗頂級嘅對手。花紅仲需綠葉襯托，但要喺紅海中突圍，必須要比紅更紅。喺原局上，如果忌神或被稱為對日元不利嘅五行干支冇力及散亂，縱用神理想，亦常人也。喺大多數嘅理解當中，忌神就係克制用神或者破壞命局、平衡協調嘅五行干支，所以一樣有強弱寡眾之分。用神與忌神看似係互相對立，但實際上又互相依存，只係呢種曖昧嘅關係係咪喺局中明言而已。既然忌神會影響用神嘅發揮，你可曾想過行走黑涉忌神嘅歲運會係咩境況？理應忌神一去，用神嘅制約被解除，喺命局只有用神而冇忌神嘅時候，會否一定係萬里光景？如果用神及忌神所處嘅立場同身旺要克涉、身弱要生負嘅傳統應用理法相違逆，咁應點樣判斷？如果有一五行干支能去除局中之病，但係該五行干支又會克耗用神，咁現實情況會出現何種遭遇？假如你認為以上嘅假設係喺自相矛盾，咁該係你對五行變化與克沖刑合化嘅理解與運用未能通達。事實上，擇八字者必須先處理好呢一類問題，再替別人推斷吉凶先至穩妥。踏破鐵鞋回首苦笑，呢邊企耐咗，不妨跳到對面。體用係玄學術數界中不可切割嘅實戰理論。喺八字學中，當你視原局為體、歲運為用時，用神同忌神不但可以喺局中穩，亦都可以喺歲運中穩。用神同忌神亦有可能會隨歲運而改變。舉目張望風光，其實就喺不遠處。學術數有一奇怪現象，一係極其遵從古言，一係極其反對古言。我哋明知好多學理係唔啱嘅，但仍然唔自覺咁樣後學去學習遵循。對初學者嚟講，認為只要選定某一兩種五行為命局用神嘅時候，皆以為該類五行全皆可用，如之必吉。例如判定用神係木時，便認為逢甲、乙、寅、卯嘅大運流年皆應吉。但只要稍為有八字學基礎者都知道，唔同干支所引發出嘅克、沖、刑、合、化各有差異。有時可以係逢甲、卯吉而逢乙、寅凶，亦可以係逢甲、乙吉而逢寅、卯凶。雖然甲、乙、寅、卯在五行嘅表現上均同為木，但每一個干支給予命局帶嚟嘅效果卻不盡相同，所以必須檢視原局其餘組合佈置，先至能夠定下真正嘅用神。無奈嘅係，極多命理師俾命主改善命運嘅建議，卻係依從呢個粗陋嘅大方向。當認為用神係木時，便建議命主多穿戴綠色嘅衣物，多食綠色嘅植物，多睇書，多接近大自然。其他五行亦如此類推。難道佢哋已然達到將世事萬物都歸類為各種不同干支嘅境界，而能夠將各種濃淡深淺、不同色調嘅顏色分成不同干支？咁 Pantone PMS 365同375嘅干支係乜嘢？菠菜跟生菜嘅干支係乜嘢？書本同大自然嘅干支應該唔一樣吧？百科全書同術數書籍嘅干支會唔會亦都唔一樣啊？紅樹林同郊野公園又會係咩干支呢？太陽從來冇從東方升起過。天然嘅海水亦都唔係藍色嘅。如果你對頻道或者視頻內容有任何意見，歡迎留言話我知。多謝收睇，祝各位身體健康，生活愉快。